你係咪每次跑步都覺得氣來氣喘，好似吸唔夠氣咁，而且腳步越跑越沉重？其實正確嘅呼吸方法可以幫你輕鬆突破呢個樽頸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Rex， 今集我會拆解馬拉松常用嘅3種呼吸技巧，同你講解點樣利用肌肉控制肺部擴張，仲有簡單易學嘅呼吸訓練步驟，幫你提升心肺爆發力。另外，我仲會分享針對10公里、半馬以及全馬唔同強度嘅呼吸策略，並設計1星期訓練計劃，等你由入門到進階，一步步跑得更輕鬆、更持久。記住睇到最尾，唔好錯過啊！好多跑友跑步時會覺得氣唔夠用，特別係加速或者上斜坡時，好似要背住氧氣樽咁，面都青晒，跑得辛苦又容易攰，甚至出現側腹痛添。如果有呢啲症狀，你可能以為係心肺功能差，但其實好大原因係呼吸技巧唔啱，導致吸入嘅氧氣唔夠，肌肉冇力，跑步自然冇效率啦。你可能以為肺臟自己會呼吸，但其實肺本身冇肌肉，肺部嘅擴張同收縮係靠周圍嘅肌肉嚟做功夫，主要係橫膈膜同肋間肌。橫膈膜係一塊大嘅肌肉，位於胸腔同腹腔之間，佢向下壓迫腹部，令肺部擴大，吸入空氣。呼氣時，橫膈膜放鬆回彈，幫助排出空氣。肋間肌則係肋骨之間嘅肌肉，幫助胸腔擴張同收縮。要提升呼吸效率，唔係單靠肺臟，而係要訓練呢啲肌肉嘅力量同控制力。舉個例子，你可以做腹式呼吸訓練，專注用橫膈膜帶動呼吸，感受腹部鼓起同收縮，或者做肋間肌拉伸同強化動作，例如深呼吸時雙手抱頭，慢慢擴胸，拉長肋間肌。透過呢啲練習，可以令肺部擴張得更大，吸入更多氧氣，跑步時呼吸自然更輕鬆。如果你都試過跑步時氣唔夠用，或者呼吸好急促，好似吸唔到足夠氧氣咁，你一定要認識跑步時嘅正確呼吸方法，因為佢直接影響吸入氧氣嘅量，從而影響耐力同表現。馬拉松跑者常用嘅呼吸方法主要有3種：深呼吸、腹式呼吸同有節奏呼吸。深呼吸即係用力吸入更多空氣，令肺部充滿氧氣，幫助血液輸送氧氣到肌肉，減低疲勞感。腹式呼吸係用橫膈膜帶動呼吸，吸氣時腹部鼓起，呼氣時收縮，令呼吸更深更有效率。至於節奏呼吸，就係配合你嘅步伐，譬如每2步吸氣2步呼氣，保持呼吸同跑步節奏同步，咁樣可以減少身體震動對呼吸嘅影響，令你跑得更順暢。想自己練習呢3種呼吸法，其實好簡單。首先，試下練習深呼吸，坐定或者站立，慢慢深吸氣，感受空氣充滿肺部，然後慢慢吐氣，吐氣時間要比吸氣長，做到吸得深，吐得長。每日做10分鐘，有助強化橫膈膜。第二，腹式呼吸，平躺喺地，肚皮放一本書，吸氣時感受書本慢慢升起，吐氣時書本下降。專注用腹部帶動呼吸，避免用胸部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你學識用橫膈膜呼吸。第三，有節奏呼吸，跑步時試下配合步伐做呼吸節奏，例如2步吸氣2步吐氣，即係2:2節奏，或者速度快啲時用2步吸氣1步吐氣，即2:1節奏。呢啲可以幫你控制呼吸節奏，避免呼吸急促。練習時可以先慢跑配合呼吸節奏，再慢慢加快速度。專家建議馬拉松跑手要根據跑步距離同強度調整呼吸策略。如果你跑嘅係10公里，因為強度較高，可以用較快嘅呼吸節奏，例如2步吸氣1步吐氣，2:1，幫助快速供氧。當你跑半馬時，建議用穩定嘅2:2節奏，保持呼吸平穩，節省體力。至於跑全馬嘅話，因為距離長，要節省能量，前半段可以用更慢嘅節奏，例如3步吸氣3步吐氣，3:3，保持呼吸深長。
後半段是體力調整節奏，呼吸時建議口鼻並用，因為跑步時用嘴巴吸氣阻力較少，能快速吸入空氣，但鼻吸有助過勞同令空氣加溫，視乎個人體質調整。最重要係保持呼吸深長同有節奏，避免大口喘氣，令身體更有效率吸收氧氣。為咗幫你系統性提升呼吸能力，呢度設計咗一個1星期嘅呼吸訓練時間表，你不妨參照一下。星期1，腹式呼吸站立練習，做3組，每組20次，組間休息30秒。重點係手放腹部，吸氣時感受腹部鼓起，吐氣時收緊。星期2，仰臥書本呼吸，3組15次，休息30秒，肚皮放書，吸氣時書本升起，吐氣時下降，幫助橫膈膜控制。星期3，呼吸節奏慢跑，4組5分鐘，組間慢跑2分鐘。跑步時練習2:2呼吸節奏，保持穩定。星期4，靜態深呼吸，2組10分鐘，坐或躺姿，慢慢吸吐，放鬆身體。星期5，呼吸機力量訓練，3組15次，組間休息1分鐘，深吸慢吐，配合核心肌群收縮，強化呼吸肌。星期6，間歇呼吸節奏跑，5組3分鐘，組間走路1分鐘，速度較快，練習2:1呼吸節奏，提高肺活量。星期日，輕鬆慢跑配呼吸，1組30分鐘，專注腹式呼吸，調整呼吸節奏，放鬆跑步。以上訓練有助強化呼吸肌肉，提升肺部換氣效率，令你跑步時更省力、更耐跑。跑步唔係淨係靠腿力，呼吸技巧同樣關鍵。學識用腹式呼吸，配合適合嘅呼吸節奏，唔單止提升氧氣供應，仲可以減少疲勞同側腹痛。你試下呢種呼吸練習，幫你啟動心肺爆發力，跑步更輕鬆。如果你中意今次分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跑步秘訣。Keep running！